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再次光臨阿 N 與阿 Lam 頻道。今日阿 Lam 繼續同大家分享陳錦棠嘅演藝人生。咁但係今日嘅重點啦，就唔係講阿陳錦棠本人喎。今日嘅重點就係講佢嘅師傅阿新北。新北佢就係一個演藝界裏邊一個傑出嘅導師同埋栽培者，咁佢有呢一個咁嘅美譽。喺粵劇嘅世界裏邊啦，阿新北啦，佢有佢自己一個獨特嘅教育方式，同埋佢有一個無私嘅奉獻精神。佢為粵劇界啦，就培養咗一代又一代嘅傑出弟子。阿新北佢對佢嗰啲弟子嘅栽培啊，就唔限於嗰個技藝同埋傳授噶。佢更重要嘅啦，就係佢能夠鼓勵嗰啲弟子去把握啲機會，並且為佢哋創造更多嘅發展空間。當時陳錦棠仲係一位年輕嘅粵劇演員，喺17歲嘅時候啦，就喺新北嘅悉心教導之下啦，就同義父新北，另外同埋阿武生蔡子龍同埋謝了凡啦，就同台演出咗呢一個珍珠劍喎。咁通過舞台嘅實踐，咁佢就阿陳錦棠就逐漸累積咗好多豐富嘅演藝經驗啦。咁之後，陳錦棠就加入咗當時嘅名班郭先聲。咁呢個郭先聲大家都知道啦，咁就係以薛覺先為班主嘅當時最響當當嘅一個班啦。咁陳錦棠加入咗薛覺先呢個郭先聲班之後啦，就並且拜咗薛覺先啦，就做師傅添喎。咁呢一個舉動啦，雖然當時就引起咗一啲其他新北嘅弟子唔滿意喎，咁梗係啦，其他啲新北弟子覺得你既然係拜得新北做師傅，點解你而家又拜薛覺先做師傅啊？咁但係佢呢個舉動啦，阿新北啦，不單止冇反對喎，佢仲極之贊成同埋支持阿陳錦棠呢一個咁嘅決定。佢認為呢一個係陳錦棠係為咗藝術深造而做出嘅選擇，係應該可以接受㗎。新北由此可以見到新北嗰個胸襟咧係幾咁廣闊，同埋佢嗰個眼光係幾咁深遠。佢為陳錦棠嘅事業發展奠定咗堅實嘅基礎。咁即係只要對陳錦棠嘅前途有幫助嘅，佢唔介意陳錦棠拜多個師傅。新北佢本人呢，不僅係注重因材施教，而且仲擅長咁為弟子創造機會。佢能夠深知一個演員嘅成功啦，就離唔開舞台嘅鍛鍊同埋觀眾嘅認可。咁因此啦，佢就時常都鼓勵佢嗰啲弟子啦，要多啲參加各種嘅演出，
並且呢就為佢哋爭取更多嘅演出機會。咁又有一次，阿新北啦就同新馬師曾就同組咗呢一個勝利連班。咁佢呢就特意呢就請咗呢個編劇喺平庸將下歌呢一個劇之中呢，就幫阿陳錦棠就加插咗一段小生戲，即係特登就幫阿陳錦棠加戲。咁並且呢就親自指動阿陳錦棠一啲小生嘅功架同埋唱腔添。咁陳錦棠喺呢一個劇嘅尾場之中呢，就出色表現，咁就贏得咗觀眾嘅一致好評。咁呢個呢，就亦都為佢嘅事業將來嘅發展啦，就增添咗新嘅動力啦。咁除咗陳錦棠之外，新北仲培養咗眾多嘅優秀弟子喎。除咗陳錦棠係大家都知道嘅，另一個就更加出名啦。佢就係關德興啦。咁關德興師傅，大家都應該睇過黃飛鴻嘅都知道啦。原來佢亦都係新北嘅弟子嚟噶。除此之外，新北嘅弟子仲有白通靈啦，同埋阿羅鑑雄等等。咁啊，關德興原本呢就唔係新北嘅弟子嚟噶。關德興原本就係阿紮腳勝嘅弟子嚟噶。咁但係阿新北就見到佢見到阿關德興佢即係嗰個身形紅豆豆，認為佢非常之適合演小武戲。咁因此呢，就因材施教，咁就邀請佢歸入門下，就教佢演呢一個小武戲。咁並且就教授阿關德興一啲古老嘅排場戲。有邊啲古老排場戲啦？就譬如話武松殺嫂啦、胡灰賣人頭啦等等呢啲小武嘅首本戲。咁後來阿關德興就係以呢個武松一劇嚟到走紅噶啦，而且仲被譽為生武松添。呢個生武松就係當時阿關德興嘅名銜嚟噶啦。新北因材施教，令到每一位弟子都可以發揮佢哋嘅個人所長。咁所以喺粵劇界之中啦，新北嘅教導方法啦，就係獨樹一幟嘅。咁新北嘅栽培同埋教導，唔單止令到佢嘅子弟喺技藝上得到提升，更加嘅重要就係讓佢哋學到點樣把握機會，點樣面對挑戰，亦都教導佢哋要有胸襟廣闊同埋遠大嘅眼光。咁呢啲呢，都係新北為粵劇界栽培出嚟傑出人才，為粵劇界嘅傳承同埋發展作出咗巨大嘅貢獻。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陳錦棠演藝人生，關於佢嘅師傅新北嘅一啲故事。咁分享到呢度又暫時告一段落。咁但係跟住落嚟，阿 Lam 就要同大家分享一首粵曲。呢首粵曲就係由陳玲玉演唱嘅《琵琶夜雨超君怨》。咁希望大家喜歡阿 Lam 呢個分享介紹。咁就
同時希望大家喜歡呢條片嘅，請大家留言、點讚、分享，亦都希望多多訂閱我哋呢個阿 N 語阿靚頻道。好，跟住落嚟就係陳明玉嘅琵琶夜雨超君怨。好，拜拜。夜留遠珠在溝宮。照亮坐呀立呀未安，秋風悄悄靠窗，超君熱比波狂。
紅妝。人上心中淚是願知你不放，願知你眼淚看嗎？要向北望，無風顏色跟無國書，請翻譯安講，得見兩國永化光鮮。來。